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你还阁有咧关心到总统大选吗？剩啊半冬，到底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是毋是会去用换，或者是郭台铭敢是要出来？总统大选剩半冬，偏偏还阁有一卡就要来伊。但是呢，胖是讲到民调六成要爱政党轮替，那么所以呢，写一封英文批信来表现自。那么讲咱呢，讲是这一中各表，但是伊写的英文是 One China Policy， 敢是如出而意？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大师大政治所教授曲跳雄，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资深的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大家安。第三位咱资深的媒体人陈明宏，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就是讲到着副总统赖清德要来过境着美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讲。要来访问日本、甲美国的时间嘛伫8、9月。另外，还有风声讲，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柯文哲已经有咧沟通，讲两党呢有可能合作。11月20日，只敢若有一组人会出来选总统。今天有要用药，他们会把药拿出来，药单拿出来。对。赖幼儿园视察，新北邦桥幼儿园怀疑饲药案终结无起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个事件爱负责的人，佫应该爱公开来面对，袂当躲闪。侯友宜要积极争取离控人数。民进党赖清德8月要过境美国，侯友宜讲伊会踮咧8、9月去日本、美国。后面的行程也是在安排当中，我们希望在访美的过程当中，我们安排好以后，会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也能够一切顺利。我们跟美国一定保持更密切的合作。那侯友宜赖清德要访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嘛讲有收到 AIT 询问，考虑敢要搁去美国一届。搁在思考中，也若是有风声，那边已经连就线，在个敢若有一组会出来参选，和那边还未议题，搁再引起关注。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顺其自然呢，再拖1个月、2个月，自然有时候真的水到渠成呢。这我常常讲说，天才的火花可以到处闪现嘛，可是你要烧起来一定要有那个环境啊。所以机会到处会跑出来，可是它能不能成功，还是看那环境。另外，最近动作真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0月投诉华盛顿邮报，批评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拒绝接受一中请假，和情势紧张。主张台湾爱伫一中请假的基础顶头，直接和中国谈判。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提名失利了后，犹原扩大团队，共款互看作是要为独立参选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这新闻台内面讲到真侪信息，讲到伊要去美国啊，郭台铭的导师。咱先对这个导师来讲起来，真侪人会感觉讲，这个过党的是写这个批信写互什么人看吼？啊，内面还佫有一个真大的这个大家咧讨论的点，就是讲伊英语拢写 One China， 但是对着咱讲吼，咧讲华语的时阵，拢讲一中各表，One China， 你翻译但有通啊翻做一中各表呢？这是伊人咧讲吼，华语讲超译啦，伊是安怎想的？对美国人是敢是讲对美国人讲一套，还是讲？对美国人讲啊较简单，对咱讲啊较复杂。邱老师，我咧看，伊这是基本上应该是先办出口啦，再来转进口，就是讲这张批是写出口转内销，对，伊这张批是写伫咧美国，但是要互看啦，是要互美国遐台湾人，个美国遐那个咱台湾人。伊互这两边咧看啦，所以基本上伊是先办出口，对出口再来转内销，这是伊的基本上一个策略啦，基本上伊是安尼做。那英语写 One China， 来是
这个华语的时阵咧，一直强调讲我是一中各表。这是因为这部分我头拄要讲，第三部分就是要互对方来看嘛。啊，讲到遐济吼，是咱中国人咧看，啊是咱台湾人咧看较有啦，看较详细啦。对美国人来讲，伊迄本来就是一个台湾，一个中国嘛，伊免分甲遐清楚嘛。但是咱即摆我的感觉是，过党的是咧甲大家讲，伊到即阵为止，伊上关心的是两岸的关系。对总统的选举来讲呢，伊基本上袂讲完全放弃啦。伊还阁有伊的想法。咱咧读得出来，会选袂选，才来讲。但是伊伊关心即届的总统选举，因为安那呢？因为两岸的关系，因为伊认为可能伊咧想讲，若准讲明年选了较无遐好，对伊来看啦，选了无遐好的时阵，可能两岸会较紧张所以讲要避免讲两岸的经济会出问题所以伊基本上伊想要讲用伊家己的参选。还是伊家己的意见来，互两方的关系看会较稳定啊。当然啦，这是伊个人的看法啦。所以老师是认为讲，伊咧讲 One China Framework， 就是一中的，咱咧讲华语个框架啦吼。Framework 其实就是表达了一中各表的意思。老师是认为我对差不多半年前到即阵为止吼，我毋捌看到伊咧讲一中各表啦。伊大部分拢讲一种框架，所以我这是我头拄咧讲的。伊基本上伊对两岸的看法是，两岸拢是一个中国，但是呢，两边呢，你有你的代志，我才有我的，阮兜的骹走嘛。咱讲一家一口罩嘛，你过恁的，阮过阮的，但是咱拢是较大的中国，这就是咱较早讲一种屋顶的观念啦。敢是一种个表迄就无一定啊。但即摆表达得真清楚。一种个表，若准讲美国人可能是看无咯。嘛毋是讲看无，伊插你遐多。你若准是美国人，你有要甲插遐多？但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也是讲对着台湾问题有所理解，然后你哪安尼写？袂嘛是袂，因为对美国来说，照你讲，你若要写较详细，应该是 defer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nations， 还是 different region？ 你想无会写？No， 美国人到即阵为止，伊毋捌讲过讲台湾是。当然，当然是，伊无讲过哦。就当然美国人无安尼讲嘛。伊嘛无必要安尼讲嘛。伊安尼讲的结果，对伊家己的国家利益唔好嘛。所以伊唔免讲甲遐多啦。我讲较歹听，一个中国是两个中国，还是一边台湾一边中国，这是恁中国甲台湾的代志嘛。这唔是阮美国的代志嘛。阮美国上重要的就是台湾袂使凊彩互阿公啊摕去，这第一点。第二点，台湾袂使作为中国来对付美国的一个筹码，袂使这代志袂使发生至于讲你是叫做台湾，你是叫做中国，还是叫做中华民国，甚至你可能有一天，可能啦，有一天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有可能。但是对美国来讲，我听你安尼讲起来，郭台铭应该请你去做顾问。何志？我刚才已经本来就选举污染了。对啊。你要去把它讲成说外交政策，你就想过我这个，因为金溥聪礼拜来做侯友近办执行长以后，侯友就开始讲9·2共识嘛，以前捌讲这啦，以前国民党就久无咧提9·2共识啊，就久无咧讲这4字啊啦，就是因为选情不好嘛，所以就讲旧的迄个旧的价值什么东西，通通拿出来，旧的口号通通拿出来用嘛，希望争取深蓝的支持。尾仔伊讲了这过来面就讲一中各表啊，就是你要我家较难的，我就行比你较难，我要巩固家拿的支持，我才有甲你讲，我才有一直对落，我才有通伊嘛，无我就中央是柯文哲，家是你，无我要去打，所以
一流一公这嘛，我觉得一方面是讲给蓝军听，一方面是讲给对岸听的，因为他这么多的生意在对岸嘛，所以说北京安怎看哦，对伊的选举一定有影响嘛，好，所以我即马我这立场徛稳啦，吼，啊你阿强啊，你就莫反对，吼，你就莫有压力，我就较无压力吧，我感觉是真简单是安尼尔啦，那个啊。至于说把他看到外交政策，我感觉想济啦，想好看啦。伊嘛无这种无聊的意思。唔是啊，无，迄就唔是关心的物件嘛。哦，来宾哦。这个代志我是甲后置的意见较共款啦，因为因为你在所谓的在野大联盟这龙头无出现嘛，就是4分5裂嘛，3个人的民调，你说科高一点。可是嘛，管不来我这啊，那看不出一个领导的人嘛。所以说，你说现在要选谁当反绿的大联盟？现在大家还在竞争当中嘛。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你看到郭台铭一本来是什么经济啊、经济选民啊、中间选民啊、知识选民，伊应该行一条中间路线就对啊嘛。啊，伊今个底下华盛顿邮报一篇。根本就是很红，不是，也不是说很红，就是很轻松啦，对不？你这种言论，国民党今年敢讲吗？国民党今年根本就唔敢讲，连侯友宜92共识都唔肯，拢直的唔肯讲啊！啊，所以郭台铭有啥物敢讲？因为你这样对，就是所谓的外力介选，外力介选的这个很清楚，目标很清楚嘛。美国一定是支持民进党嘛。那你中共你介选的目标你要支持谁？现在你看那个中国时报完全是支持依早是支持侯友宜嘛，就像4年前支持韩国瑜安尼共款。但是你这侯友宜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你会赢啊！但即马听起来，他好字啊讲哦，我即马大家都下死命咧讲啊，92共识、92共识，你讲我也讲啊哦。对啊，但是你侯友宜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的92共识嘛，宪法92啦，宪法92，宪法内面讲的伊个传统讲的，贵台面讲的，佫无共款。伊很无共款啊，所以侯友宜讲的中华民国宪法92共识，那人民标记哦。对哦，侯友宜的92共识跟国民党92共识绝对不一样。哦，那你郭台铭的一中根本就没有在国民党的路线里面，国民党一定告诉你一中后面一定要接个表。这个表是绝对不能丢的。郭台铭后来用华语过来补充讲我的一中个表。你华语无用啊！你伫美国看那无一中无个表啊！啊你美国看那都是给美国看，给中共看嘛。那你只要中共是你有独讲，我到底是要促成郭柯配吗？还是要继续支持侯友宜嘛？所以郭是有点。要拉这方面的票，因为一个郭台办是安尼我听三位讲起来吼，差不多这方批信，意思是一种我要来选举啊，这个概念。你想要选啊？哦，我想要选。但是我感觉，我当然都知影你想要选啦，但是我感觉这种路线做唔对的。要出口转内销吼，你感觉敢有效？咱来看这个民调吼，咱看这个图表，这倒边的这是。一间这个叫做风产吼，这个媒体伊做的，啊，这正边的是零传媒吼，这两个，啊，这时间点吼，咱来看吼，拢三卡都的用落去选的吼，这就赖清德加郭文哲啊，侯友宜，这是风产，哦，侯友宜变到15.3，但是也未决定的22.8，啊，零传媒也未决定的是7.8。但是你要看赖清德是赢较济，38.48吼，啊，郭文哲是28.34，差不偌济。其实吼，咱会讲观察讲历次的这个民调吼，郭文哲的这个种真稳定20桶安尼吼，咱们家咧数，但是侯友宜吼，定咧在坐迄个，敢若迄个华语咧讲的大怒神啊，有当时来，有当去吼，柯老师。基本上吼，我讲最全解啊，三卡都的也是4卡都，尤其是3卡都的选举，
对第三名的人来讲是足全残忍的。吼，迄到要投票的时阵，我看啦，差不多拢100%第三名的去用弃保。哦，上近的一个例就是去年嘛。哦，咱看去年台北市，哦，到尾啊第三名黄珊珊声势伫咧选举过程袂歹哦。啊。伊到尾啊投票进前嘛强。黄珊珊弃保算少的啦，因为伊人算好。是啊，你看算少的，我看有无？人算好，人算好。啊，你也看，他的得票比所有民调都高啊，他其实不算弃保。基本上嘛是有弃保啦，哦，基本上拢有，哦，啊所以讲三卡都的选举对第三名的来讲，我搁讲一届，足残忍的，哦，啊到即阵为止，第三名即马在，拢是侯友宜。这对国民党来讲，这是上危险的一个代志。啊，今仔日这上新的民调，头拄主持人有讲到吼，你头拄讲迄三卡都，四卡都，咱若准看四卡都，这是第一届，咱看红灿的这个民调吼，再来看郭台铭偌济14.4，啊侯友宜咧12.4，差2%，差有这无差一丝啊尔。但是顶一届另外一间的民调公司嘛是做三卡都甲四卡都，因为伊做四卡都的时阵，6月份侯友宜搁赢郭台铭0.1，啊，即届呢伊输郭台铭输2%，哦，你照即个比例落来看，哦，国民党即马基本上已经分2边啊。哦，这头拄闽南有讲过啦，哦，不过咱无一定是咱头拄讲的，迄是一种个表啊，是一种吼做有九二共识的，甲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有2种啊，无一定是迄个代志的影响，但是即摆的国民党是足清楚，已经分做2边啊。一种是有郭台铭的，一种是无郭台铭的。不是，一边是挺郭台铭的，一边是挺侯友宜的，2边差不多啊，差不多。啊，一边就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啊。不是，因咧拼的时阵本来就是安尼嘛。哈。啊，咱即摆讲的毋是2个党的，拜托，咱即摆讲的是一个党呢。我郭台铭毋是国民党的。伊基本的，这是你照伊党籍来讲啊。伊事实上，因2个拢是国民党啊，较早那今年2月到差不多5月时。咱要甲硬讲一个党嘛是可以啦。伊本来就是一个党嘛，伊本来就是嘛。哦，啊是讲因为党籍的因素啦，吼，伊即摆无算做。何志还未转来啊？伊就是何卡未转，未转去国民党，吼。咱讲较清楚，就是安尼嘛。啊，但是伊基本上伊就是国民党的内底的人嘛。伊即摆分的票，敢有可能去分到10个票？无可能嘛。啊，敢有可能去抢到8个票？哦，35岁以下的少年啊，即摆拢想要拼投互国民党。伊讲，伊可能讲，我可能讲话较无法度，少年人较无。即摆讲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讲，即摆国民党就是分做2边嘛，一边较挺侯友宜，啊一边较挺郭台铭。哦，你分做2边。郭文哲内面敢无国民党的支持者？小可有哦，咱讲实在有哦，但是无遐济啦。我安尼国民党就分3种。你啊看，你甲郭台铭的，甲侯友宜，你甲加起来差不多偌济？26.8。26.8。对不？所以这次差不多要接近国民党普通的支持率啊嘛。所以讲可能国民党有走去科比遐有无？有。可能无遐多，基本上国民党的传统的支持者，即摆分做2边，哦，这2边若准无合起来，你要讲要去甲柯文哲，莫讲赢啦，要去甲柯文哲夹做伙，啊，你若准是柯比，你要甲伊夹做伙无？哦，你所以柯比公开讲了足侪届啊，恁家己先去瞧，哦，瞧好变做一组，哦，才来甲我讲。恁即摆是2边，哦，啊，即摆公司本来较大迄间。即摆大家还佫有咧暗地来讲，啊，佫有一个人会牵到就是韩国瑜哦。哦，迄又佫是国民党啊，又佫是国民党，你看有无？这是胜算的问题吼。分母是2，分母吼，
是2啊，甲3，啊，涂起来什么结果？无，但有的人是安尼想哦，即我要来问好事吼，有人想讲，啊，既然恁两个分袂出车，啊，不如我韩国瑜来取代，我来去甲郭文泰来配。哦，再现着台北市，迄阵是北农甲你市政府的时代。咱即摆就问讲，敢有迄个可能？无，有的人开始咧幻想啊。毋是，拢是输到，敢有输到外人？国民党即摆问题是讲换啥拢是输到，敢有输到外人？好似你叫做毋能讲较紧啦，你讲个一个过程，讲个来观众明白。我先讲了，我先接老师讲去年黄珊珊那个例子，黄珊珊的状况是很不典型的弃保哦，因为。他的所有的，他最后得票是比他所有民调都高，但是问题他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就是说，跟今麦赶快呐，你看好度就低嘛，因为你袂动算嘛，西瓜味大兵就无人要邓互你嘛，啊，伊个会让行动硬算到算到食袂歹啊。以政党盘旧了，政党盘旧啊，今麦是讲国民党家己母甲安尼嘛，今仔这趣味的是讲，今仔讲看了这两份民调哦，拢是港协老师做的。好啊，即马是淘汰赛嘛，所以上赢也无重要。即马是在看上上输嘛。结果伊一分是侯友宜，啊一分是郭台铭。好啊，这份甲你讲四卡拄的是郭台铭这顺9%，啊这边甲你讲郭台铭比侯友宜较济。我毋是讲民调有问题吼，我是讲迄无因为方法无共款，咱先爱甲观众朋友讲嘿。要毋讲看起来就趣味，要毋讲你两份民调你看起来拢有一个共一个趋势，就是讲，吼赖清德。吼，个有成长较真济，吼，啊，柯文哲成长一点点，吼，啊，侯友宜甲郭台铭拢落，啊，郭台铭落比侯友宜较济，吼，你去看这份民调是安尼，吼，啊，你过去所有的民调，你话讲，啊，郭台铭出来选，吼，柯文哲就受伤最严重，啊，今仔你来看这份民调，你看起来敢若袂呢，吼，就是说那个幅度缩小。好，原来我可能减5%、6%，啊，即摆可能3%、4%。好，你对别人的威胁变少去，少啊，对侯友宜对赖清德嘛是共款，所以以即摆是讲，这份民调看起来是讲，虽然民调里面看起来好像四卡都的时阵，郭台铭比侯友宜较悬，好，要毋过上的是伊啦，好，就变讲你即摆讲你要换候，啊，即摆已经无声去啊，顶礼拜吼。周点论吼，伫饭店招国民党中常委讲要换吼，隔工吼，所有人拢无够，啊，到一个尔，对无？啊，换好规小风去，前几工吼，周点论咧依然甲你讲啥？啊，即马就是郭科配在赢啊！啊，你连顶礼拜要换吼，啊，今礼拜要郭科配，你知影换吼就规个无去啊嘛，吼。啊，你看723国民党的全代会应该有顺过啊，就这关已过啊。啊，你郭台铭要甲柯文哲夹，啊柯文哲讲我这么看到你就惊，吼，啊你是要让他夹，好，所以你去看到这一份民调里面吼，他告诉你说他还有问到说谁最不应该坚持到底，嘛是郭台铭，对，好郭台铭，好郭台铭，而且吼国民党的人嘛认为是你，民众党的支持者嘛是讲是你。两个你想要提验票的吼，这边是他要去挖的大票仓，两名人讲拢你都不应该算，吼，所以伊那愈继续安尼舞落吼，就是讲你这两党的反感会越来越重，对他来讲，就是他会变成他是看起来这份民调里面看起来续航率最短，最没有未来。但是人就是要来算啊。你甲我想一下办法啦！啊，民调就甲你讲，你袂算钱啊！你算你就我有钱，你甲我想办法啦！啊，你算你就较大声啊！你惊声啊！我就讲啦，你算啊！我算互你听啦吼。5月17号国民党动提名。我不管你爱帮我想办法啦。我算互你听啦吼。5月17号国民党提名啦，吼，到今拄啊2个月嘛，吼2个月，吼。伊要换候，啊换到即摆换到即摆，啥物拢无声，吼。伊要去并购民众党，并购甲柯文哲甲你呛声，吼！啊，你讲你要独立参选，起码无消息，吼！啊，你不断的说又是投书啦，又是这边跑街上去，行到市场嘛，吼！动作不断，那么你原地要射来射去啊！你告诉我三条路嘛，吼！你是哪一条有跨出去？
污料能够位啊，还在原地打转。我是个支持者，我一分道啊！你到底要创啥嘛？你要选，你就即马讲出来选，吼，你就冲落啊，造市场啊办落，因为你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你妈那个鼓已经敲了2个位啊呢，啊你即马到底要创啥？所以对于来讲哦，已经嘛。他觉得他自己左右逢源，我不要表态，好，国民党嘛也不敢得罪我，柯文哲也要我的票。其实是你在那个夹缝中间吼，糟糕，给路越来越行越矮啦。啊，伊敢有想讲，我只有表达我意志坚强了后，我才会得到。不是坚强，你就爱讲我要做啥？你不能我家嘛坚强，我家嘛坚强。吼，3个查某人，你3个拢要爱。吼，啊！你都最后人都讲你渣男嘛，就安尼嘛，你唔知安尼？无啊，但是我坚强，我总是有人会上无3个会着一个啊，应该是安尼吧？你3个拢无爱你啊？都是这种心态，大家才看无你。你看，我觉得他这出来，我感觉这是不是？过当你应该好好听伊啥讲的。我这2份民调拢是江杰老师做的，啊，不过一个是较低分数，还是表态率只有70而已。那另外一个很高，就高达快要90。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个老师表态率可以做差这么多。一个完全用网络的，网络万几项啊，大家都去点啊，大家都去点啊。对，但是问题是这个表态率低，所以那个民调的数字看起来就很低了。那其实你就是我们官场的啊，你郭台铭跟侯友宜一个人差不多啊，你差2%，我把侯友宜换成郭台铭，有较好吗？你除非可以换成柯文哲嘛，对不对？柯文哲才有可能跟赖清德一拼啊，否则你2个一个14.4，一个12.4，差2%，那我换一换，那我换一换，还不是一样烂吗？那我到底要换什么？然后换的时候又一堆人那种骚动，然后又不满，跟都要拉来拉去。那郭台铭是什么意思？郭台铭大概心目中本来形象是什么？经济耶，知识分子的、科技的，结果伊甲大家熟悉政治人物共款啊，去甲牛鬼蛇神鬼混啊。对吧？那些议长，无来人伊家己无安尼讲啦，是叫人讲。我讲的啊，对吧？你讲的。我讲我声音啊，因为一些地方议长，我们不是说他没有民意基础，但是他整个在全体的民众看起来，他就地方派系的形象就是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嘛。那你为了要联署，为了要去刺激侯友宜，那你就去侵蚀国民党的这些所谓地方派系，其实地方派系规个拢不是黑底的，都是有诶无诶一大堆的代志嘛。这跟你郭台铭本来的形象有合无？无合嘛，伊个乖乖伫台北做。我即马改咧，我即马好好改。会使啊，你就开始端政策啊，你端政策又没有人在讨论啊。对不对？那你3、2下就被国民党，就被民进党的执政什么，你的房屋的那个什么地形化契约哪有这样做的？然后呢，你好好的你就出来跟民进党拼政策，拼看，就说我丢一个政策出来，那好像我们的所以敏宏你的意见甲侯是小可共款，就是讲你做来做较好套牢，做较底，就算阁是输嘛，虽败犹荣啊。而且我安尼讲啦吼。柯文哲无提几个立委就已经真歹选啦，民众党区域立委提不出来，伊就已经真歹选啦。你半个立委都无，你要讲你要选调总统，以前连署的都一下安尼选，你找看卖咧。对啊，而且你既然我讲那个一中那个投书是很重要的，你选这样国民党侯友宜大家拢讲伊还蛮恭维啊，没有什么实力啊，草包啊什么一大堆，但是你无感觉伊的路线都是走在中间上面啊，他对于国民党的过去那些比较深的部分他不碰，所以他跟有人说，那你叫韩国瑜出来选啊，搞不好他可以凝聚那个盘更大。我告诉你，这些小鸡是想错了。如果你叫韩国瑜像或是这种人出来的话，你就会像韩国瑜当年的那个小鸡都死得很惨。虽然他母鸡本身500多万票，但是小鸡死得很惨。那你现在侯友宜有个好处就是，我母鸡可能会死得很惨。
但是我的小鸡可能不会死那么长。我过掉。对，因为被伤害啦。就是被伤害，就是你那个走。欧洲这有。没有，因为你小鸡的部分，大家就觉得说你母鸡很差，对不对？但是我反民进党执政。就是说，我赞成政党轮替的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希望我小鸡可以制衡你民进党中央的执政。化作春土更荷花啦。系啊，对啦，你讲要做文采，做好个安尼，但是我讲袂出来，我只好给你赞美安尼。啊，但是吼，我要三，这个问题要问三个吼，就是讲，有人就讲，你唔通掠做讲偌清地，你就吼。翘骹练喙手，拢安尼稳稳啊，稳达达。敢有这种可能性？人因真正吼，互恁三个练甲讲好，咱来悔改。吼，主啊，我毋对啊，阮三个好来夹一个悔改。你既然咱头一开始就看，有60%的民众，你赞成讲爱政党轮替啊，咱就好好想，大家来好好咧放弃着过去的这成见。你偌清地，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咱来看，建摆咧做即个民调的时阵，伊都有即个天王伫的，吼，有一个选，是伊的选战的策略，还是讲时机还未到，所以还未冲出来？柯老师，就阮研究政治学的人看起来，吼，即阵赖清德差不多3成外到差不多4成，还未超过4成。好，啊，但是咱后壁真正咧算伊的支持率的时阵吼，是用投出来的选票，唔是全部的选民选票。那准讲以投出来的选票来讲，伊一定超过4成。这是民调的数字爱换成迄选票。投票选票，这两个分母无共款嘛，吼。所以咱那准讲用投票，迄讲投出来的票来算，哦，伊是100%超过40%，4成。这是啥物呢？这是民进党基本盘。啊，是较唔是民进党的党员哦，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是较介意民进党政策的人，加起来差不多4成。所以你头拄讲嘛，迄个希望讲，政党轮替差不多6成。啊，你看安尼讲100%，对不？所以即摆的问题，唔是赖清德有偌熬，即摆的问题是，唔是。青的啊，咱即摆咱讲灰绿联盟啦，啊，灰绿，就分做3-4边啊，你这无法度啊，哦，你头拄你主席人有讲的，咱就合做伙哦，合做伙来甲伊拼，这个话听起来敢若小学老师咧讲的，哦，你一工吼，落去背一个英文单字就好，哦，一年都要背365个，吼，10年都要背3600几个哦，安尼你偌熬，3万外个哦，你看咱只要咱若努力拍拼，一定有机会甲国民党的党旗插遍在台湾每一个岛屿的土地上。你即摆是甲你小学的时候，恁老师甲你讲，你甲念出来呀？你讲国民党党旗哦，人若要下无定是要挂民进党的哦。所以我来你讲啊，我要挂都是党的党旗。我的意思是讲，这是理想是安尼，事实上都唔是安尼嘛。哦，咱伫商场内底咧看，人咧做生意咧拼，哦，也是咱政治中咧来看咧拼，无迄款代志。咱想天真啊！一定是恁兜是恁兜。国民党支持者足天真的人足济呢。无一定，每一党拢有。吼，咱讲到天真就，迄是每一党拢有啊，支持者内底拢有啦。即摆国民党诶支持者，伊有较有影是有较急啊。哦，希望因为因看到啊嘛，国民党即摆本身就分做两边，哦，啊个这边佫有一个柯文哲的可比白色的，即摆唔是青的，啊，就分做两三边啊。那总讲分做三边，你要教人迄40%的拼，你要无是要拼什么啦？所以你头拄有讲到一句话，讲赖清德即摆翘脚咧念喙手，伊无喙手伊嘛是照共落去念，对无？莫讲伊有喙手啦，伊无喙手嘛是坐伫遐念，啊，恁着三个拼甲安尼啊，啊，我都徛关山看马小。所以国民党敢有通出现一个受欢迎啊，但是一通江湖安尼。无啊简单啊，无啊简单。我想讲这些民调了哈，你要看这次的民调，其实赖清德都是成长的，而且成长很多，柯文哲稍微成长一点点。我咧看是讲吼，原来有一寡潜力的吼。
啊，看到柯文哲生关起来吼，都拢归队啊。哦，我刚刚是因为绿营很讨厌柯文哲，看到你柯文哲当选几率高，哦，一个话等来，不然讲被教训你民进党的，比如说你想说需不需要非绿联盟推一个人，吼，朝民进党的支持者嘛6成哦，这个民调6成讲哦，应该在亚应该甲做伙，啊，就是跟以前一样不一样。民众支持讲来啊，不是啦，嘛是看民进党。哦，袂爽嘛，想这几当想过摇摆嘛，要不讲看到柯文哲，吼开始悬啦吼，开始摇摆了，就搁我转来，这是即卖的状况啦。啊，你讲要安怎夹吼？我感觉是即卖看起来是无遐简单啦，要不过啊选举的变化2个月前，这1月20上后要登记啊。你2个月前吼，你嘛唔知影讲侯友宜甲郭台铭的算较即型啊，对无？迄阵。搁第1名咧，对无？搁赢柯文哲袂少啊！迄阵柯文哲看起来无希望，即摆比柯文哲上希望。所以讲，我来讲，即摆是淘汰赛啦，吼，就慢慢来嘛，吼。这个被淘汰了，就看出那2个继续拼嘛。啊，拼了啊，到尾啊！因为我要讲说，国民党这一群人哦，现在不管是侯友宜阵营也好，或者是朱立伦团队也好，就能力很差嘛，才可以把今天局一个好好的局玩到这样。去年12月时，侯友宜40%呢。对吧？半当升高进行，就是他们的执行力跟他们的那个所以你感觉关键是啥物？意志无坚强，表态无够，还是讲袂好拍选战？拢有啦，人算伤烂，拢有啦，拍谁？啊，不过你讲，所以你现在讲，你现在去推11月20的时候，就很难讲说会有什么变化。那是好由于民调1零谁进行，你可能是气保会自然发生啊。啊！你国民党无是，就是搁无爱，你可能嘛导航啊，无你要安怎？那是真正15%，你是要安怎算？所以说，你说现在要说2党能够去谈，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好，也没有这个意愿，好，朱人团队越谈只会越糟而已，好。啊，要唔过金小刀伫个啊，金小刀，你这个民调金小刀嘛无救起来啊。你摕去倒啊，要去甲人谈咯。对啊，啊你即摆输面，你毋是赢面啊？你要至少都有啥用？所以你毋讲，你讲到时逼个遐，吼，有逼掉啊，对不对？有是毋是有可能性？迄我唔敢讲。吼，要毋讲你讲，今嘛去要去大这吼，是绝对无可能，愈大愈歹啦。我想，就民进党这边的确就是一个隐忧，就是只要任何一边2个合起来，它就危险了啦。那是在讲呢，这关系。对，这个盘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就是在做最坏打算。如果说到底是哪一边跟哪一边合的话，那就是反正就是有2边合，三个人不用3个都合，只要有2个合起来。其实这个对于赖清德威胁就很大。所以民众你的意思是讲，只要侯友宜甲郭台铭合，好，因为你也够啊，对啊，你的声势也跟柯 P 可以比上了，那到时候那个整个政党的这个像都唔知。对，那时候那个气势就会比较高了嘛。那问题是就说，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整合？目前看起来是绝对不可能嘛，对吧？你看等来讲要并购我就惊死啊。然后就是刚才说这3个人，其实其实你像看那个韩国的选举啊，韩国的选举也是选前差不多10天还有15天才做整合，而且韩国人的选举都没有面子问题的，就是我认输了，我选不上去，我就自动表示我支持你，对，然后你给我什么位置，就是韩国的选举就是这样子嘛。那我觉得今年也是会拼到最后，我觉得郭台铭最后会小红啊。他9月23号，我觉得不会连锁。如果你这样子采取这种策略下去的话，你就已经输。我告诉你，然后723整个蓝营再整合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剩下就是柯 P 跟侯友宜在争23名，23名的这个局势如果整合，如果清楚的话，我觉得郭台铭就没有位置了。哇，那教练你讲，那你23名的时候，到底啊，如果你差距很小。那我觉得那就不可能了。好，那如果你差距很大，那差距很大，我是说郭整合过，对，我说未来差距如果大时阵，那就
那就有可能了，不，所以这个每个人在面对这问题的时候，柯文哲讲，搁惊看卖的嘛，这一定爱搁惊看卖，惊到你要政治爱搁背一个，讲伤早啦。对啊，你已经要搬落的时候才搁讲啦。吼，啊未搬又人以前，啊，搁有一段路我想讲哇，差不多，阮制作单位吼，有人爱食牛肉面啊。你无搁行两个月啊，你是变咱牺牲啦。你来讲好像拼看卖啊。你唔好你啊，两个月才会死。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对啊，人帮你拼起来咧。你啊两边行啊两个月拢是嘛是存这种的。哦，是你有咧甲鼓励哦。啊，无一定啊，这种歹讲啊。不过你啊吼，你啊行这边两个人是行差不多安尼的时阵，嘛是足歹气爆的啦。所以。我跟你讲，谈很难谈呐，弃保有可能会发生，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弃保是选民自己弃的，但是如果你是所以民进党的策略一定要把两边拉平衡，我就不晓得要弃谁啊。就像为什么这个技术呢？我这样讲，我跟明凤姐的概念大概差不多啦。第一个，我们都觉得郭吼应该走不长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两个那是北吼北要谈难谈，要弃保难弃保。因为两个都平的时候，你点我脑，我点你脑，更小拍供嘛，就是大家谈不拢嘛。可是如果说如果说逼到弃保那个程度哦，快要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有谈比没谈好，那时候就比较有可能成了。我这样讲，逼到差很多，要弃保的时候也不用谈了，因为就自动要弃保了。所以我赢的那个人，我干嘛跟你交换条件？所以我来讲，这个就拍倒哎。啊，不是大家拢爱为大局。我想要存弃保。是安尼讲啊，吹是安尼讲，但是你为大局是要为我的大局，是为你的大局，是为上面的。存弃保可能也不够，好，因为不够赢啦啊，所以因为弃保不会那么干净嘛，所以告一些哦，可能有办法去谈呐。那时候有谈没谈好，因为如果弃的不干净，比如说好友提10%，哦。你他又提10%免谈呐。阮这就银行去甲我讲，政党轮替吼，各自表述啦。对，这到底是倒一个党，甲要轮倒一个党啊？嘿，邱老师，我听因两位咧讲的时阵，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咧行棋。足侪人咧甲行行讲吼，要安怎行吼，才会赢。唔是，这足侪人咧行棋，阮边仔咧讲尔。足侪人咧行棋，是4个咧行。咧行棋3个啊，是4个。我照你讲，应该两党是两个人。差我要搁一大堆咧。照我咧看吼，国民应该3个就好啊。国党的甲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啊。李言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因为这礼拜六，国民党要开因的全国代表会哈。因全国代表会若准通过，讲到尾阮已经要，即马看起来就是好友谊嘛，袂换嘛，袂换啦。啊，你到尾啊，若准讲除非是人讲侯科配，不侯郭配，侯郭配，无可能。无可能啊。国党无接受，未接受嘛。柯郭配啊，所以讲开落的，要讲国党的甲侯友谊哦，等于甲国民党内底，和国民党团结，咱头拄讲的两个14加起来吼，剩小的问题嘛。这条路是无可能发生。我咧看啊，我个人咧看，这条路根本无可能发生。即马剩落来唯一可能的，伫非绿联盟内底合作的，头美凤咧讲免3个合作啦，2个人合作伙会使啊。啊，我头拄讲啊，两个人合作伙，郭甲侯是无可能，即马剩的就是郭甲柯。啊，毋着白色的爱，恩爱负责。就是看这两个人，看有可能无？啊，到即阵为止，我必须要讲，无可能性无悬。无可能吗？无可能性无遐悬。为着要胜算，大家要学韩国人。柯文哲最近话讲啊，足歹听。对，讲因合作的可能性无遐悬，但是有可能无？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无遐悬。那观众没有可能讲无你咧讲啥？对啊。我来讲的代志，因为即马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嘛。啊，这头拄好嘛有讲问题难道无想要胜算吗？讲无恁安尼啦，恁哦 QQ，恁遮无爱恁国民党 QQ 来我遮，
咱来挥力联名。迄就头拄咧讲的小鸡的问题嘛，啊小鸡到尾啊，可能会活。顶一段时间各位应该还会记的嘛，都差不多2礼拜前嘛，国民党的一寡小鸡咧救就开始要耍，所以金小刀出来就讲讲你喙甲砍起来，要无吼要互你好看，对无？即摆拢唔敢讲嘛，啊，等到要投票时阵，进前，那咱即摆做一个假设啦，柯文哲甲国党的合作啦，因遮小鸡要挖袂，这是有一个变数。我唔是讲伊一定会挖过来，我无安尼讲，但是伊的可能性是存在。啊，国党啊，对头都效益嘛有讲到。啊，国党即摆是咧创啥？因两个咧拢咧判断讲，伊的局会愈来愈细，愈来愈细，迄是有影。但是伊的粉丝袂散的，袂散的。啊，伊到尾啊，伊会提这甲柯文哲两个人来抢，会甲你要谈判。啊，谈判咧到尾啊，若准讲了有好，因两个都合作啦。因两个合作，那伫11月20经济进程完成，因就变做一组。若准无就变做3卡都还是4卡都哦。啊，若准是安尼，啊到尾啊，迄就赖清德倒伫来选嘛，倒伫遐就当选。你头哥咧讲，什么翘脚淹水手嘛。但是若准12月20进程，过党诶甲柯 P 讲好啊，若准讲好啊，哦，迄剩最后差不多要2个外月，吼，迄一规个选情就变过来。对，即马开始到11月20，我咧看这站代志尔。过党诶，甲柯 P 有可能合作袂？过去坐海边，过去坐海边，然后手牵手啊是安尼，迄我唔知，迄我唔知。但是这条代志会发生袂？若准有发生，伊对选举的影响会足大。若准无发生，结果已经出来啊，答案即摆已经有啊。我说郭柯配哈，郭柯和关键点在于柯要不要做副手了。对了。柯是郭是绝对，我大哥给我4年就好，他是一定会做，他一定是要做正的啦。那好，那你现在如果说郭台铭真的，因有一个正字，所以一定要做正。对啊，因为不，你既然你想讲伊做副手好啊，那个郭做柯文哲的副手，你觉得柯文哲敢吗？有这种副手在？每天搞东搞西的，柯文哲也不大可能。民宏即马讲的，对我来看，这是一点关键的点，哦，对，柯文哲有要让伊4年无？因为对柯 P 来讲，清楚，伊若准做副的，伊后壁阁有8年哦。无，大家来官大小招啊，少8年啊，是少12年较好。就4当就赛了。因咧算可能咧算12年哦。拢做歹，拢做歹，李登辉郝柏村拢做歹。我感觉郭台铭是上无可能的啦。我感觉蓝白还有得谈，郭台铭上无可能。啊，换你是会赢呢？哦，哪个白会谈，但是可能唔是郭台铭去谈。我起码是我就问一下啦，好，郭柯配，我们刚刚讲都会讲说郭一定要正的，柯副的他不会要，绝对袂行的。郭柯配，有比柯文哲较管。小丽媛心性讲的嘛，1+1不等于2嘛。郭柯配有比柯文哲较管，尤其是716这一场之后，郭台铭在底下讲说，我要学习他怎么样讲话。你是一个仰慕者，你是学生的主席嘛。迄场吼，伊本来一寡所谓的暂住在柯文哲的票，有一些就落实在那个地方了。对他来讲，那一场大家都只看到说侯友宜被人家呛瞎，对他来讲那一场他也是很伤的。就是说，所以你现在的状况是说，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份民调告诉你说，他对每个人的威胁性都降低嘛。啊，为什么要那个？我要气保，因为你的盘你盘了比国民党较小嘛。要气保，就米凤讲要气保你最快啊！你是要告我这3%？我直接气保你，看你3%有无？啊，这种东西我因为多这3%，我把位置让给你，把民众党将来的生死存亡通通交给你，靠这种代志，靠我讲，郭台铭，柯文哲智商是157，不是57呢，对不对？靠这种代志。不过你讲的正确的数字啊。但是咱听讲吼，其实我即摆安尼听，咱拢认为讲，
无毋对，人类吼，拢是自私的吼。那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但是咱咧讲到即个政党啊、国家的时候，拢义薄云天呢。哦，你咧读小学的时阵一直足认真呢。系啊。你老师甲你讲，你到即阵都会记的。是啊。迄伫商场内，我讲一个，因为我是读社会科学啦。吼，对社会科学看起来，你即摆讲的，迄拢无可能发生。社会科学，阮咧讲的，就是你头拄咧讲的人性啊，伊一定是追求伊本身的利益。柯 P 嘛是安尼，贵党嘛是安尼。村的两个候选人拢共款，所以咱咧看讲，国民党若是不管是甲民众党要来合，到底韩国瑜是毋是有个角色呢？但有真个人啊，搁咧预测讲韩国瑜要袂出来哦。我感觉私交跟政治上利益就会差很多了。刚才老师也讲了。好，每个人都可以讲得很好，然后韩国瑜跟讲到上后尾的时阵，对，讲韩国瑜甲尽量上好的就是柯 P 啊，哈，两个人伫台北市政府做过的代志，你知我，我知你，然后你还去我家拜访你，什么知遇之恩怎样？讲到来，讲到一大堆啊，说幻想可以整合。那我告诉你，临到头的时候，我请问细腻姐喊你算的时候有没有整合柯 P？ 也是没有啊。也是没有办法整合柯 P 啊，柯 P 当时还是跟郭台铭还有王金平另外一组嘛，所以那你韩国瑜当时为什么不去整合柯 P？ 为什么不去整合柯 P？ 那你现在我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突然要去整合你了，啊柯 P 说哎，你既然来找我是要冲啥，对吗？所以我觉得你事到临头，你面临到政党利益的时候，我就那个交情就不在了。所以咱咧看吼，柯文哲吼变做是一个体质真怪奇的一个复合体呢。哦，你啊讲摇拿后背，但事实上若真正要甲人夹的时阵，伊个夹袂入去。伊就足搞怪啊！是伊人格搞怪，是本身伊的支持者本身就足奇怪啊。是这个体质的问题，或是你安怎看？我觉得柯文哲的状况是，他支持你没有办法描绘啊，你没有办法描绘，就是看无啊，你没有办法经营，因为你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经营，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的状况，今天特别的状况是说，不是柯文哲，而是在侯友宜，就是说我们觉得单一选区2票制这个东西对大党是完全的波中，好波中啦哈，完全没有办法破啊，结果你也让不加执行。不讲讲人招了了再变执行嘛，所以就今年的政党的组合就会很奇怪啊，好，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想说啊，鬼龙怕破顶来嘛，哦，我觉得蓝绿都会有这种状况，蓝绿支持这几年都有这个氛围啊。其实我觉得哈，蓝白合刚才后资说蓝白觉得合，但是其实蓝白合1+1会等于1而已啊，会创造数学奇迹。因为柯 P 下面一大堆都是少年，都是年轻人，然后这批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阿伯那种，就是侯友宜阿伯这种，然后所以说你一旦合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柯 P 的少年优势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你加起来会1+1等于2吗？哦。所以这种加法也是很难加，所以你最多你这种就是说你互斥感很重的这种组合，其实加起来分数并不会很高啊。你要找一个1+1等于2的，要有一定的处理啊，除非你国民党要有一点年轻化的政策或是干嘛。那你柯 P， 有些年轻人跟我讲说，阿伯那个侯友宜长得好可爱哦，笑起来有月亮脸。可是他还基本上怕不要干袂糊啊，他还是要投柯 P， 所以说然后我说柯 P 乱讲话很多，伊嘛来戏言一个。我刚刚好，大家现在在讲蓝白合哦，都还在用传统的搭档那个概念。哦，我刚刚不一定是安尼呢，因为对国民党来讲，我要那副手被冲啊，没意思，没意思啊，所以很可能是立委的席次，可能是将来的联合政府。柯文哲不是那样讲联合政府吗？那联合政府要以柯为主啊。不是，当然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那时候能够黑的那个才叫做谈嘛。那就是柯 P 赢了就会有联合政府，国民党赢了就没有联合政府。对啊，所以那个才会谈。大家现在去想说那个，而且我讲句实话，
侯友宜现在的代职参选本来就是包袱啊。如果说已经要让做副的时候，干嘛一定要是侯友宜？对，就不要选了。王杰他笑脸不喝吗？退选了。所以就说就要换人了。现在去讲那个变化，自己已经说要换人了。那个就变不是啊？刚刚不是民调跟你讲说60%的人支持合一组吗？合一组不用对啊，合一组不是等于换人吗？这几组人就好啊。啊，所以就说现在去讲那个变化，那个就你就要看未来这几个月大家双方怎么勾，搞不好柯文哲一路失言到输下来跌到20几分。不是设想讲。搞不好好友嘛来试验一下，试验大概少年人敢会来介意，啊你敢会付啊？袂付？好友伊定试验，好，伊连黄如锦如的名字都记不起来。黄如锦如这名字是刻在钟小平心里的名字，他记不起来。然后主工会已经变成主发会了，他也记不起来，还叫人家组长，现在是叫主委了，这样好像就。